依家好多香港男仔成日抱怨話娶老婆成本太高，又要買樓，又要俾天價禮金，又要擺酒，搞到分分鐘想放棄。但你知唔知同古代比起來，你已經幸福太多啦。喺歷史書粉飾嘅繁華盛世背後，隱藏住一幅史書從來唔敢寫嘅底層悲歌。喺古代，高達90%嘅窮人一世都娶唔到老婆，注定有大光棍，孤獨終老。為咗傳宗接代，底層人甚至發展出租借老婆、兩家換親等極度畸形、殘酷嘅社會黑幕。今日我哋唔講帝王將相嘅風花雪月，專講古代平民娶老婆到底有幾難。如果你想知古代幾百萬光棍係點樣喺無望中掙扎求生，今日呢條片你真係一定要睇到最後。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一個熱愛家庭，想用智慧守護財富，絕對唔想在生活裏行錯步，更唔想臨老過唔到關嘅醒目，香港人依家就即刻幫我點個訂閱，再點開隔離個小吳燈。我呢個頻道專門為大家搜羅最接地氣、最即時嘅人生修行與家宅避坑忠好。只要你訂閱咗以後，通關出行住屋，保證你雙眼精明，守住你個銀包，活得體面有尊嚴。講到古代平民，點解娶老婆咁難？首先要知道一個最基本嘅事實，女人根本唔夠分。聽落好荒謬，明明男女比例天生差唔多，點解會唔夠？原因好簡單，大量嘅女嬰一出世就俾人殺死咗，而剩下嘅女人又被有錢有勢嘅權貴霸佔晒底層平民，剩低嘅真係渣都冇第一階段。溺兄如痴兄的歷史핵目，古代底層社會由於極度貧困，賦稅沉重，加上輸幼男丁作為主有勞動力，導致溺殺嬰兒嘅現象極其普遍。而呢啲被殺嘅絕大部分都係女嬰。早喺戰國時代，大思想家韓非子就已經描述過當時嘅社會風俗，就係生男則相嫁，產女則殺之。生咗仔就興高采烈，互相捉下，生咗女就直接殺咗佢。呢種殘忍嘅習俗竟然持續咗幾千年。宋代以嚟，由於人口精緻，土地壓力大增，溺嬰嘅舉報更加達到驚人嘅地步。有歷史記載可以話你知呢種現象有幾嚴重。光祖年間嘅孝感冤志記載，呢個總共只有10幾萬人嘅中等縣城，因為一位資淵罕有地認真關貼朝廷禁止溺嬰嘅政策，3年之內就救翻咗1萬名女嬰。你想想，單吉先短短3年就有1萬個女嬰差點被殺。其他時間、其他地方情況有幾恐怖，可想而知點解古人要咁殘忍對待自己嘅親生骨肉。說到底係因為貧窮同埋重男輕女嘅觀念。一個家庭為咗控制人口數量呢，不得將先於男嬰出生嘅女嬰殺死，目的就係要留翻資源養大男丁，等佢大個咗可以做勞動力。
將來仲可以傳宗接代，延續香火。喺呢種思維底下，女嬰嘅命根本就唔係命。當時嘅人對殺女嬰已經麻木到咩程度？有文獻記載話，殺人者莫不直而惡之也，獨與呱呱者，呢也殺之，不知而為，非佔之者復孤復餓焉，逆而不及故也。意思係話，一般人殺人都會覺得恐怖，覺得唔啱，但唯獨對於殺嬰兒，殺嘅人唔覺得自己有問題，見到嘅人亦都唔覺得恐怖，唔覺得反感，因為大家都已經習慣晒、麻木晒。呢種集體嘅麻木，正正係古代底層社會最可怕嘅地方。宋朝嘅沉重稅負，亦係導致廣泛殺嬰現象嘅重要原因之一。農民種田要交租，要納稅，生多一個女就多一張嘴食飯，但又幫唔到手耕田。對於貧困家庭嚟講，養大一個女嬰嘅成本實在太高，與其將來餓死，不如一出世就解決咗佢。呢種冷酷嘅理性計算，奪走咗無數無辜女嬰嘅性命，大量殺死女嬰嘅直接後果就係基層社會男女比例出現嚴重嘅無法逆轉嘅失衡。男人多過女人，注定有一大班男人娶唔到老婆。哈佛中國史訛詐嘅帝國圓月命入面就寫到，當時女性如果普普逃過一劫，冇喺出世時被溺殺，就要面對負擔沉重嘅婚姻同風險巨大嘅生育，剩下嘅選擇唔多，出家做尼姑、做妾或者賣身，而終身獨身嘅男性比例高達20%。第二階段，權貴的三妻四妾與資源善斷殺女嬰，已經令女人數量大幅減少。但仲有一個更加致命嘅問題，權貴階層對女性資源嘅瘋狂公斷。好多香港人成日以為古代男人個個都可以三妻四妾，其實係一個天大嘅誤會。古代名義上實行嘅係一夫一妻多妾制，但呢個多妾嘅權利基本上自屬於貴族、士大夫階層漢朝。法律明文規定，庶人一夫一婦，即普通老百姓只可以一夫一妻，冇得納妾。明朝嘅明律更加清楚，規範只有40歲以上仍然冇仔嘅男人先至可以納一個妾。問題係，就算法律有規定，有錢有勢嘅人一樣有辦法偷步。一個地主、官僚或者富商，除咗正妻之外，往往會納幾個甚至幾十個小妾，再請大量婢女。呢啲妾侍同婢女全部都係適婚年齡嘅女性，佢哋一旦入咗權貴之家，就等同於從底層平民嘅婚姻市場入面被抽走咗。孟子曾經講過，王儒好色，與百姓同之。佢嘅意思係話，國君你中意美女都好，都要留翻啲俾老百姓。畢竟大家都中意靚女。孟子將呢個作為理想提出嚟，正正說明現實完全係相反。權貴霸佔晒所有資源，底層百姓連渣都冇得剩。呢種資源壟斷有幾嚴重？有學者對18世紀
中後期嘅言古有名，高性別比一般在115以上，同一夫多妻制嘅存在，令部分家境較差嘅男性婚姻受到嚴重制約，好大比例嘅男性要晚婚，甚至終身不婚。簡單講，女人本來就唔夠有錢人，仲要一個人霸子過，窮人點樣爭？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寒，自然知道窮人娶唔到老婆嘅主要原因就係達官貴人霸佔過多婚姻資源，所以佢曾經下令限制貴族納妾嘅數量，千王一級最多只能娶10個女子，世子同郡王只能娶4個，而且必須係冇後代先至可以再納。但就算有呢啲限制，千王可以娶10個，郡王可以娶4個，呢啲女人加埋足夠令幾十個底層平民打光棍，聽完權貴3妻4妾，霸佔晒社會女性資源，搞到平民冇老婆娶嘅黑幕。我想問下大家，你哋之前係咪以為古代普通人都可以輕易娶幾個老婆？聽到呢個真相，有冇覺得好震撼？即刻喺下面留言區打出大開眼界4個字一齊討論下。女人嚴重唔夠分，權貴又霸晒，底層窮人點算？為咗傳宗接代，底層社會發展出一系列極度畸形殘酷嘅婚姻方式，呢啲方式將女性完全工具化、商品化，係古代底層人喺極度痛苦之中被迫妥協嘅產物。第一個解決方案，即到強酷嘅訂，賜豬到訂賜，又稱租賜達可要賜，係一種從男權社會買賣婚衍生出嚟嘅臨時婚姻形式。簡單講，就係窮到冧嘅丈夫將自己嘅老婆租俾另一個男人。典妻風嘅盛行主要係由經濟原因所致，丈夫有兵，無力維持家庭，負債累累，度日假難，甚至因為動博係窮困潦倒，種種原因令丈夫無奈之下將老婆出典。受典嘅人通常係因為自己嘅老婆生唔到仔，所以想借人哋嘅老婆嚟生仔。無論係典妻定係借妻，都係以經濟利益為目的，體現咗丈夫對妻子嘅絕對佔有，女性對男人嘅人身依附。典妻雖然係臨時性嘅婚姻關係，但其實好講究儀式，一般要經過媒證、訂約、送聘、迎娶等環節，雙方要簽訂極其詳盡嘅典妻契約，寫明出典妻子嘅時間期限、典租價格以及各種附加條件。諸典似一班離族，族住喺1至2年，典係3至5年，典租價格就根據婦女嘅年齡大小、典租時間嘅長短而定。對成典嘅人嚟講，對鎖典嘅婦女亦會提出條件，比如一定要有生育能力，出典期間唔准同原來嘅丈夫同居，苛刻嘅，甚至要求出典期間唔准返去睇自己嘅仔女。呢份契約對婦女嚟講，無異於賣身契。契約一旦成立，被出典嘅妻子就要供人玩弄，為人生仔。
仲要忍受同自己親生骨肉分離嘅痛苦。典妻期間所生嘅仔女，全部歸受典者所有，跟受典者嘅姓氏，認受典者嘅老婆做阿媽。對出典嘅下口優嚟講，呢種骨肉分離嘅痛苦，有啲人會痛苦到癲咗。呢種情況叫做留子不留妻。遼寧省檔案館至今仲保存住一份清朝時期嘅典妻契約，內容係咁樣嘅：趙喜堂因手中空乏，懶而度日，轉退兩難，促其母內，使時母發，情願速與本身與夾發黐送與章，務識家中影嘢為主，同經嚴明，使國票600元整，當面交足，並不端少，丁期8年為滿。如有鬥期，將之記黐領許。倘有8年以嚟，要天制兵呢，局平天命，如有討走，兩家統走，魯就不走，一家私隱，一家私請。知滿洲時堂令人，不如針私事相間，窮厚無平，力租之人為徵。大家睇清楚，呢份契約上面有出典女子嘅丈夫趙喜堂同張慕士嘅簽名畫押，唯獨冇出典婦女嘅簽字。古代女性嘅社會地位有幾低，由此可見一斑。典妻制度喺江浙同南方部分地區尤其盛行，喺浙江武義一帶，受典嘅家庭要喺祠堂擺香火設宴，請族長同長輩參加，取得佢哋嘅認可。金華一帶嘅典妻就唔使去受典者屋企住，而係由受典者去出典者屋企同居。典妻儀式嘅主要目的並唔係尊重出典嘅婦女，而係為咗將來出世嘅仔博取一個證明，等個仔可以得到社會嘅承認。有啲出典嘅婦女因為貪圖受典者屋企生活舒適，唔想返去原來嘅屋企。有啲因為出典期滿，但仔女仲細，唔忍心骨肉分離。有啲因為出典之後原夫病死，或者外出唔返，搞到無家可歸。呢啲情況下收典，即可能為同前夫重新談判，再出逼錢書典，甚至自即買斷典妻，最終變成了買妻。不過呢類情況並唔多，大多期滿之後仍然要返去前夫身邊，繼續過佢哋貧寒嘅日子。除咗丈夫出典妻子之外，仲有自賣自身嘅情況。遼寧省檔案館保存嘅一件賣身執照就係咁寫嘅：李子洲漢州人，老唔忍因丈夫亡故，並冇家阿月，母兒難過，親朋母友每日哭哭啼啼，家人可憐，因此自託兵人自賣自身，情仰賣如周鳳喜身旁為妻，度日元年，連對三就作，袁通以嚴明作身，就係庇護時元爭登交不簽，比些交早，自交之後永不返回。此係兩家情讓。第二個解決方案，無奈的兩家換親與轉親典妻，又簽契約又俾錢。對於最底層嘅窮人嚟講，連呢條數都俾唔起，咁點算？於是就出現咗另一種畸形嘅婚姻方式，換親。換親就係兩個貧困家庭互相將自己嘅女兒嫁俾對方嘅仔。簡單講就係
你娶我妹，我娶你姐，通過互換嘅方式，完全免除聘金，達至傳宗接代嘅目的。喺媒人嘅撮合下，張家兄妹或者姐弟同皇家姐弟或者兄妹互相娶嫁。仲有更加複雜嘅三家轉親，就係由條件大致相當嘅三家兄妹或者姐弟轉住嚟互相娶嫁，好似買賣等價交換一樣。呢種方式喺我國一啲偏遠貧困嘅地區特別常見，因為窮好多人娶唔到老婆，為咗傳宗接代，有女嘅人家就用女仔嫁俾對方嘅兄弟做條件，為自己嘅仔換返一個老婆。但換親有一個致命嘅問題，如果屋企太窮，連姐妹都冇，咁就乜都換唔到，只有打光棍嘅份。而且換親嘢背當事人嘅意願，帶有嚴重嘅包辦強迫性質。婚後夫妻感情多數都唔好講到，古代租借老婆嘅典妻制度，簽個合約就可以租人哋老婆，返屋企生仔，生完又要還返俾人。你覺得呢種制度到底有幾殘忍？你以前聽過呢種奇特嘅風俗嗎？即刻留言話我知，我會喺留言區親自回覆，同大家探討第三個解決方案。拐賣掠奪與強制搶親，喺戰亂或者天災頻繁嘅年代，底層光棍為咗娶妻，往往會訴諸暴力。搶親即由男子通過掠奪其他氏族部落婦女嘅方式嚟締結婚姻。呢種習俗本來係原始社會嘅遺傳，但喺古代底層鄉村社會，搶親經常成為貧困家庭，因為無力承擔聘禮同繁亂婚禮而採取嘅無奈之舉，雖然有時會得到社會輿論嘅默許，但本質上係對女性人身權利嘅侵害。有啲地方嘅搶親仲分為搶姑娘同搶寡婦兩種。搶姑娘嘅原因一則就係為咗慳錢，因為男女雙方都好窮，男方冇錢行聘娶親，女方亦缺乏嫁妝，經媒婆中專說合之後就轉行。傳簽屆時，鮮浪火同一班後生仔抬住花啦衝入女家，女家表面上左狼右等，但實際上係事先夾定嘅。另外，拐賣婦女嘅現象喺古代亦十分猖獗，至清代人口激增，拐賣良人嘅情況更加嚴重，其中拐賣婦女尤為突出。喺清代刑案會覽所錄嘅掠賣誘拐案件中，女性被拐案件超過80%。呢啲被拐賣嘅婦女最終往往被賣俾社會最底層嘅老光棍做老婆，佢哋嘅下場都係好悶慘，不但要成為生育機器，仲要承擔屋企各種漸活累活。底層光棍太多，朝廷其實都好驚。點解？因為冇老婆冇仔女嘅光棍，冇家庭負擔，冇牽掛，最容易成為起義造反嘅生力軍，嚴重威脅社會穩定。為咗維護統治，歷代朝廷都諗盡辦法解決光棍問題，但佢哋嘅方法好多時都係惹唔得令人發指。第一點，慳帶與多帶的強制。
單身稅，限招初年，限交早老褓，下令對所有單身女子徵稅。凡是女子年滿15歲而未嫁者，每年必須向官府繳納120錢嘅稅，直到結婚為止。漢惠帝繼位之後，更加將稅收提升至600錢，限少為地之基債。女子年閃以上至30，不嫁無算。算係當時徵人頭稅嘅一種計量單位，每人繳納120錢，叫做一算。而年齡喺15至30歲之間嘅適婚女子，如果唔出嫁，就要多繳納5倍嘅人頭稅。按照當時嘅糧食市價換算，呢啲錢足夠一個成年人1年嘅口糧。換句話講，30歲唔結婚，可能連飯都食唔起。呢種單身稅嘅效果相當顯著，小農之家不堪重負，只能趕緊為女兒混好，婆家嫁出去。歷史證明呢個辦法好成功。到咗漢武帝嗰陣，人口就恢復到5000萬左右。趙朝嘅做法更加激進，武帝司馬炎規定，女子17歲仲未嫁人，地方軍必須充當，每人幫女子運到夫家嫖書。武帝嘅記載，司馬炎喺太史9年冬10月要求，自女年17，父母不嫁者，使搶利配之。意思係話女仔到咗17歲，如果父母唔將個女嫁出去，地方領導就要幫佢揾老公，逼佢強行嫁人。到咗南北朝時期，如果女仔適齡唔出嫁，仲犯法條，屋企人都要跟住坐監。宋書周朗全記載，女子15不嫁，家人坐之。北齊更加嚴厲，武平7年下詔，引呢適婚女子嘅父母處以死刑。第2點，國家出手嘅君派老婆之道，除咗罰錢坐監之外，朝廷仲有更加直接嘅手段，官府直接介入婚姻分配。古代有一種叫做官媒嘅制度，就係官府負責解決光棍男人婚姻配偶嘅專職人員。官媒同今日民政上發結婚證書嘅公務員職能上有啲相似，但權力大得多。官媒通過強制手段指定某女嫁某男，某男居某女，純粹係拉女配。喺清代，大量男子被發配去新疆等邊遠地區，為咗邊疆穩定，後繼有人，朝廷就設咗唔少官媒，方便幫大量光棍男揾老婆。一啲農民起義軍嘅妻女，災區逃荒嘅女子，往往俾官媒指定俾某一光棍，要佢哋一齊生活繁衍後代。因為男多女少，官媒嘅油水好足，光棍們爭住送聘金，唔送嘅話，官媒就會向光棍索要紅包。為咗防止男女繞過，官媒私下往來玩私奔。官媒仲經常喺夜晚查場子，所謂嘅場子就係小巷子、隔旯地方，即係男女方便私會嘅場所。如果發現有男女好似《西尋記》入面崔自毅同張生咁翻牆私會光棍男子，往往會被官媒趕走。官府強制分配嘅做法，初衷可能係為咗增加人口嘅需要，但客觀上
確實解決咗一部分光棍娶唔到老婆嘅問題。不過呢種將人當成棋子，一樣隨意配對嘅做法，本質上係對個人婚姻自由嘅徹底否定。睇完古代底層平民呢啲慘烈嘅遭遇，再望下自己，你會發現現代社會雖然都有種種問題，但比起古代，我哋已經幸福咗唔知幾多倍。以下3招係我從歷史中體會到嘅生存自保守則，希望幫到大家喺現代社會精明生活。第一招，珍惜當下，尊重與建立平定嘅家庭關係。古代將女性完全公諸化、商品化，女人一出事就可以被殺死，女人可以被當成物品一樣出租、買賣、交換。呢種悲劇嘅根源在於社會對女性尊嚴嘅徹底否定。現代社會雖然仲有嗰種性別不平等嘅問題，但至少法律上、制度上，男女平等已經係基本共識。我哋要珍惜呢種得來不易嘅進步，喺自己嘅家庭入面建立真正平等、互相尊重嘅關係。無論係對老婆、對女仔，定係對屋企任何一個成員，都要記住，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尊嚴，唔係任何人之間嘅附屬品。第二招，擺脫傳統性食與婚姻觀念嘅道德框架。古代人被迫早婚、被迫嫁人、被迫生仔，唔嫁有罰錢、有坐監，甚至有炸頭。今日嘅香港雖然仲有父母催婚、親戚追問嘅壓力，但至少冇人會因為你30歲未結婚就拉你坐監。我哋要學識唔好盲目跟風，唔好俾外界嘅催婚、買樓娶妻等社會焦慮。果斷，婚姻係人生嘅一部分，但唔係全部。保持內心嘅獨立同清醒，喺理性嘅基礎上經營自己嘅感情同人生，呢個先係現代人應有嘅態度。第三招，看清社會資源分配規律，精明守護自己嘅財富。古代底層平民點解會咁慘？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就係社會資源被權貴階層嚴重壟斷，女人被霸佔，土地被霸佔，機會被霸佔，底層百姓永遠只能食剩飯。呢個規律放喺現代社會一樣適用。雖然今日我哋唔會面對女人被權貴霸晒嘅問題，但財富、機會、資源嘅分配同樣存在嚴重嘅不均。正如曾教授同大師們嘅智慧，又看清事物發展嘅自然規律，順勢而為。喺大環境波動嘅時候，唔好做無謂嘅財務冒險，唔好盲目負債買樓，唔好借高利貸，唔好跟風炒賣，保住自己嘅銀包同底牌，先至係最緊要嘅生存智慧。今日教大家呢3招，從歷史中體會到嘅生存自保守則。你覺得邊一招對現代生活最受用？或者你平時自己有冇一啲防線自保嘅獨門秘笈？即刻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智慧，大家互相照應，精明生活。相由心生，歷史嘅細節往往藏喺最唔起眼嘅邊緣角落。
一個朝代嘅盛世背後，往往堆積住無數底騰光棍、無聲嘅白喊。佢哋唔係唔想娶老婆，而係喺一個將人分成3、6、9等嘅社會入面，佢哋從一出生就注定咗只能做犧牲品。睇清歷史嘅殘酷，可以令我哋更加珍惜現代生活嘅體面。今日嘅香港雖然樓價高，生活壓力大，但至少每一個人都享有基本嘅尊嚴同自由。女人唔會因為出生就被殺死，男人唔會因為窮就要將老婆租俾人，男女唔會因為官府嘅一道命令就被逼同一個陌生人結婚。喺變幻莫測嘅局勢入面，保持醒目，守護好自己同家人嘅安寧同福報，呢個正係我哋從歷史中學到嘅最重要一課。醒目嘅香港人出門買菜、處事、用手機，最緊要安全第一。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到你認清佔歷史書唔敢寫嘅底層黑幕，甚至讓你慶幸活在現代，記得幫我點讚、訂閱並分享到你身邊嘅老友或者親戚朋友，功德無量。我們下期見。